来是宜兰县长的选战，国民党的参选人是吴宗宪，民进党是林国忠。有一份上新的民调，就算拿白整合成功，民进党的林国忠也是暂时来领先。另外，国民党伫个新竹县长的初选嘛正竞争，立委徐欣莹甲副县长陈建贤目前也看袂出输赢。新竹县国民党立委徐欣莹找立院的董事做伙来发动选，一开始个小可无整齐，不过不要紧，过来一届。唯一支持徐欣莹。总算是成功来化话，看起来徐欣莹是真有信心。国民党初选争取党内新竹县长的提名，徐欣莹甲现任的副县长陈建贤的竞争，再报告一份民调出来，原来是真激烈。当然有信心啊，民调不要作假就好，不要误导市民调。这三届党内初选就要登场，徐欣莹甲陈建贤个人拍拼，不过另外一边已经为初选胜出，要选宜兰县长的吴宗宪，率集团出初选对手宜兰县议会议长张胜德有声音。党主席邓丽文甲副主席李乾隆等人做伙拜会张胜德的老爸，也就是前议长张建营。党主席出手，希望带动宜兰的南营，确实来整合。不过根据美丽岛电子报一份上新的民调，2026宜兰县长之战，数字显示若是三卡赌，民进党林国忠就以33%较占赢。就算是拿白合成功，和吴宗宪来做拿力对决，林国忠原来是以35.8%赢过吴宗宪2.8%。民众党的创党主席郭文提就分析，宜兰、新竹、彰化拢有可能为拿专利。我们现在也在全力的努力跟沟通彰化县的部分。新竹县呢，大家会担心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初选杀到刀刀见骨，绝对会来办好这个初选，大家愿赌服输。宜兰敢会拿白合，也阁有变数。新竹县初选已经战甲真烈，南营的党内敢会当有共识，推出上高的人选，真做关键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